住隻白色波衫係作客嘅孟加拉嘅嚇。咁啊打到喺上半場嘅早段都有個自由球啊開埋嚟，其實做咗一半㗎啦。可惜呢個波咧就鍾樂安頂出嚟嘅時間就頂得塔鐵門啊！咁而呢邊嘅孟加拉攻勢唔多嘅，靠一個嘅教球啦抌埋嚟。咁雖然咧就頂頭錘嘅時間咧，周元德咧就頂翻轉頭，應該就走翻轉頭就祖連奴啊！咁啊個波咧好在咧落嚟咧就謝家榮都接得好實嘅。咁啊呢個波咧都好在就有驚無險啦叫做。係。咪之後輪到咧就講到一次嘅罰球機會啦，阿華頓且長傳遠處位置，咁啊中網都有少少俾人掹住咗啊！由今日藍翔隊長臂章嘅安永佳操刀得手啊！36分鐘，主場之利嘅港隊1-0領先啊嚇，亦都咧就安永佳人生第12個咧就大港腳嘅入球嚟嘅，相當 happy。如果單計呢一 round 啦，第3圈嘅亞洲區外圍賽就第1球波開齋波嚟嘅啫。都幾有信心啊！咁而孟加拉咧就打到最後嘅時間咧，有一個嘅叫做合作嘅埋門啦。最後咧港隊嘅球員能夠解圍到嘅。上半場孟加拉就比較多，現場就都非常之係嘈同埋熱鬧嘅。好高興啊！見到啲球，就算和波都好啦，嗱和波都係2分，但係港隊已經有8。呢段時間就都未曾係咁踢嘅孟加拉動作㗎。其實你睇翻，你睇下，哇喺後邊。醒啊！嗱，祖連奴孭晒位先啦嚇，咁對面係咁2隻手就攬住咗，咁即刻咧就放遠少少身體上半場。咁嚟到下半場有邊個開先呢？舉高2隻手，顏卓彬睇咩暗號啊？佢右腳扯埋頭柱，哎呀！對面咧就一頭作翻走先係嚟自巴文嘅，再轉身諗住去埋就嚟自7。亦都係當時第2圈孟加拉唯一唔使輸嘅賽事場，封到埋嚟一口，哎呀！門將封到先啊！謝家榮冇問題，最怕就話貼翻住個體能，再一個長處又如何先？大家鬥爆，咁啊球證應該俾翻球助攻啦，除非有架球有手榴彈要佢負責去搞，佢就好少搞側擊㗎啦，最緊要專注翻個咧就左邊中堅嘅防守位置先啊。同埋有主場之利啦，啲球迷一定係好熱情咁。一早已經係買晒飛咁滯。哎呀，我搶到機會嚟啦！粒射有啦啩！哎呀，呢個波都夠快㗎啦，因為龍門嘅馬。我見到就法蘭道一個長傳轉向啦嚇，但係嗰個位其實冇人喺度啊。呢邊點搞法？開始逼你嘅劉家喬啊嚇，逼到對面嘅一傳都破位，跟住呢個波傳埋嚟，哎啱啱擔到位啊！如果唔係嘅話咧，早連羅到啊，係咁就包到啊。嘅呢邊就烏甸啊嚇，又有閘位攝翻埋啦。長傳轉向唔得咯，呢下就太深啦嚇，有心無力㗎個波，又係孟加拉嘅反撲先啦，兜翻大位右腳推埋去，冇問題，冇事，頂嚟都可以講自己嘅長處。烏甸俾到埋啦，哎呀控晒右腳拉到埋，啱閂得切 ，OK 嘅。哦，好有着斌喎。係啊，呢個波都危險㗎，放膽咗踢法喎，亦都改變咗孟加拉，因為都你睇佢嗰個走位啊。配合啊，猜個反而最緊要個 formation 啊嚇，砌翻靚佢，企啱翻晒啲位，對好翻晒啲位，再粒高波埋先啊！揾多個走出嚟，哎呀，我都話佢啲波好多時應該係傳入嚟啲波咧都要小心㗎，因為而家佢哋出聲啊嘛要啊，個波頂翻轉頭。咁啊防守差唔多類似。再扯到埋先啦，啱頂翻走先，仲有呢個中籃球香港隊嘅漏洞，咁啊所以波彎到埋去遠處位再 set 危險，最後呢個波就俾佢搏到啊！10號嘅拉基賀新嘅入波啊，慘啊！呢個波咧 set 埋嚟嘅時間亦都係夠快啊，佢起碼出腳。好啦，1-1重新嚟過啦嚇，拉基賀新嘅入球協助作嘅孟加拉追成1-1。但係個波 set 埋嚟配合到啊，佢係飆得好快，真㗎拉基賀新。咪先係發謙馬左擺右擺，擺脫咗艾華頓，送長傳呢邊伊斯林 set 到埋嚟，然之後插埋去搶快一步先啊！拉基賀新行出一底線嗰個攝到埋嚟，但係比較大力啲嘅，再嚟一次。chip 高波如指南又如何先？哎呀，伊斯林嘅選擇讓喎，咁啊益晒港隊先啦，又有機會一仔扯到埋嚟，太重旋轉後搶式跟波，一個長波先啦，對咗貝恩都到掟㗎，兩個夾一個。哇！好在呢個翻式跟波鬥到㗎啦，轉手去埋小向，即刻受中間㗎啦，查咗佢拍得太快啊！呢球波，哎呀，斬後封你兩個高波笠到埋嚟。
過唔到咧就陳俊一先攞翻上個波去埋㗎啦。其實上半場曾經一度領先嘅，就安永佳12碼就波賽果，咁而家都仲有8分嘅我哋。咁你